国民健康署伫拜一向宣布讲，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会先脱稿来处理。拜四立法院特别审查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目前计共是有16个版本哦。今仔有民间团体抗议，因讲这法案阁有真侪争议，无应该这么赶紧特别审查。手提标语呼吁为了捍卫女性和儿童的权益，真侪妇女团体和人权团体是主张停止审查和代生制度有关系的所有法案。民团指出讲，立法院拜四已经排审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目前条约16个版本内面有5个版本纳入代生的相关，反倒讲社会无共识之下，会引起更较大的争议。在自由市场的运作之下，很难保不会出现有心人士去利用代理育母这个生殖技术背后庞大的黑市利益，包括同性配偶，包括未婚，他亦可以申请人工生殖科技，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允许代孕合法化。民团烦恼代生的制度，毋但是少主张，阁有支持和北社的疑虑。嘛烦恼讲代生的制度未来会加强阶级的对立。不过，妇产科医生出身的国民党立委陈清惠是主张讲，西洋嘛应该要有平等权。毋但是同性的伴侣、异性的翁仔某内面的女性嘛有可能因为子宫的病，造成想要生囡仔煞无法度有心。脱钩处理的话，我们也必须让面临支持脱钩的这些支持者，不管是女同志或是单身女生都可以知道说，他们在这个脱钩的法案通过的第一天，他们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没有办法适用人工生殖法的。把代孕脱钩的话，一样要做，也是一样要做性别影响评估啊，才能把相关的程序完成，才能送到行政院。因为各方的意见无同，国民健康署伫拜一宣布已各修正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考虑到部分内容社会争议伤大，阁会等搁较侪沟通，会甲争议较大的代理孕母的部分脱钩来处理。卫福部版本的草案，同款以今年底送行政院做目标。记者综合报道。